呆呆童书性别教育篇。男生女生都是好朋友。小狗阿光的好朋友有男生也有女生，每个人喜欢的事情都不一样。猫咪阿月和兔子小草都是男生，但是他们喜欢的事情不一样。阿月喜欢在外面玩，玩到全身流满汗。小草喜欢待在教室里，安安静静地看书。绵羊小雪和小牛可可都是女生，但是她们喜欢的事情不一样。小雪喜欢穿裙子，让自己看起来漂亮大方。可可喜欢穿帅气的牛仔裤，穿裙子让她很不自在。阿光想要打球的时候，会去找运动神经很好的阿月。阿光写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，会去问认真聪明的小草。阿光找到好吃的美食，会和梦想成为一名主厨的小雪分享。阿光画了一幅图画，会去找擅长画画的可可帮他看一看。虽然每个人喜欢的事情都不一样，但是一样要上学、吃饭、睡觉。无论他们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不论他们喜欢什么，都是阿光的好朋友。故事结束。太好了，想一想，在故事中，阿光的朋友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有独特的个性。你有特别的喜好或专长，可以让朋友第一时间想到你吗？